Hello，大家好，又有無名小卒啊！今次又等咗好耐先再次出片，主要原因係因為我偷懶放自己假。今日又翻嚟我哋嘅信仰科學系列，恐龍真相。如果後生啲嘅一輩，相信大家喺小學或者中學都有學過恐龍呢個話題，佢哋差唔多講到係事實咁樣，仲講到好清楚有唔同嘅種類，佢哋嘅高度同重量都寫得好清楚。從來唔知道呢啲數字係點樣嚟，仲有博物館同荷里活，佢哋都幫手去增加人民對恐龍嘅印象，令到現代人冇乜人會問究竟恐龍存唔存在噶，基本上已經覺得恐龍係理所當然咁存在噶啦。咁究竟你有冇諗過恐龍係咪真係存在嘅呢？定係佢純粹係一個藝術品？我哋喺教科書同博物館都會見到一啲超真實、超立體嘅恐龍畫面，成隻行出嚟都唔出奇啊！我哋睇咗咁多年侏羅紀公園，都令到我哋以為嗰個樣就係真實啊！但其實現實入邊好多都係靠零碎骨頭加埋藝術家嘅想像力拼出嚟噶。但係當嗰啲畫面比證據仲要完整，仲要精彩，咁嗰個真相係咪其實早已變咗質啦？咁到底你信嘅係科學啊，定係藝術包裝出嚟嘅浪漫呢？當你行入去博物館嗰陣時，你會見到好多嘅恐龍化石，你以為真係化石嚟㗎？唔好意思，其實全部都係複製品嚟㗎。就算係博物館自己都會講，顯示出嚟嗰啲嘅恐龍骨架，好多都係用樹枝、石膏做出嚟嘅複製品。佢哋嘅藉口係真化石太重太脆，仲要少得可憐，根本冇可能攞出嚟展示。所以你眼前見到嘅鐵證，其實只係模具加想像力重組出嚟㗎。咁你話，當你行入博物館嗰陣時，感動嘅係科學啊，定係一個精心設計嘅模型呢？唔知你知唔知道，其實恐龍呢個概念係先有理論後有證據。喺19世紀入邊，進化論開始興起，科學家就話應該有啲遠古嘅巨型爬行類嚟填補嗰啲空位。到咗1842年，英國生物學家 Sir Richard Owen 就直接創立咗一個新詞語恐龍 dinosaur， 意思係可怕嘅蜥蜴，預言巨型嘅蜥蜴嚟。因為當時咩都未發現，就已經俾人定義晒啦。幾年之後，啱啱好有人發現啲牙齒同碎骨，完美印證咗原本嘅講法。咁到底呢個係自然嘅證據自己出現咯，定係理論行先，之後證據慢慢咁後補呢？所謂最早嘅恐龍發現，其實只係得嗰幾塊碎片嘅咋，一啲牙齒，一節下顎骨，再加幾條散落嘅肢骨，就係咁樣，啲人就話生物種出現啦。1824年，佢哋就係用咗一節唔完整嘅下顎，命名咗一隻叫 Megalosaurus。去到之後，連 T-Rex 都係咁樣。啱啱發現嗰陣，成塊骨骼只係得15% 到，冇手冇腳，但係喺畫面入邊就已經變成咗一隻威猛嘅雙腳巨獸。啲碎片點樣變成完整嘅生物呢？佢哋靠嘅當然唔係骨頭，而係想像力啊！你有冇諗過到底邊個決定咗恐龍應該係點樣樣嘅呢？同一組骨頭交俾唔同嘅人重建，畫出嚟都可以完全唔同樣。喺博物館入邊嗰啲模型，其實都係用石膏、鐵線，再加上藝術家憑着感覺補翻啲估唔到嘅位置。更關鍵嘅係，早期啲恐龍插圖畫咗出嚟之後，就變成咗標準答案。之後就算有新化石、新研究，都好難改變大眾心入邊嗰個形象。咁到底所謂嘅科學重建係依住證據啊，定係帶住預設嘅藝術詮釋呢？你有冇諗過 T-Rex 其實係一隻超級論盡嘅巨獸？一隻成年嘅 T-Rex 可以重到6至8噸，長度差唔多有12米咁長，成個身軀大到好誇張。但係佢對手完全跟唔上佢嘅身形，只係得幾十厘米長，喺質量同力舉上都近乎冇咩用。平時企喺度都要靠2隻後腳頂住全部重量，再用條粗長嘅尾巴幫手平衡身體。個問題就嚟啦，如果有一日佢側身撲倒，啲短手加條尾巴，其實全部都係一個錯誤方向，根本發唔到向上推返起身嘅力。換句話講，呢隻遠古嘅霸王喺設計上可能係瞓低就起唔返身嘅巨型生物。石頭估骨頭，骨頭又估石頭。岩層嘅年代係要靠所謂嘅指標化石嚟去定。但係化石本身有幾多年呢？又係靠話佢喺邊一層岩石嗰度揾到出嚟噶。兩邊互相引用，砌成一個完美閉環，睇落好似好完美咁。但係其實冇一個真正嘅獨立驗證。所以當你聽到呢件化石係有6600萬年歷史噶，
你會唔會問一句，呢啲數字真係量出嚟嘅咩？定係只係一套假設推嚟推去嘅結論？咁樣嘅推理方式算唔算科學呢？但係其實只係一個包裝精美、自圓其說嘅古仔呢。化石其實係冇 DNA 噶，咁點樣先證明到呢堆骨係同一種生物呢？大部分恐龍化石其實早就冇晒 DNA 噶啦，根本冇咩基因可以分析，所以科學家只可以靠形狀、大細、出土位置，用人手去判斷呢啲應該係同一隻嘅。但係啲碎片都散晒，又唔一定係齊嘅。咁樣拼法其實可以有千百種唔同嘅拼法㗎。最終嗰隻完整恐龍係真實嘅物種咩？定係重建者自己嘅選擇呢？你有冇諗過個世界咁大，每日有幾多地工、礦場同埋挖掘工程，工人數以萬計？但係奇怪嘅係，恐龍化石幾乎全部都係專業團隊先揾到㗎。點解會咁啱嘅？喺19世紀仲發生過一個著名嘅化石大戰。Cope 同 Marsh 爭住發現新恐龍，為咗面子同名氣，唔單止互相抹黑，仲有造假、偷骨甚至毀骨嘅傳聞。咁你話發現真係咁巧合，定係只係會發生喺啲有動機、有利益、肯塑造故事嘅人手上？一隻咁巨大、咁震撼嘅生物，點解幾千年嚟都冇人講過嘅？去到19世紀，突然全世界同一時間，歐美、亞洲、非洲一齊發現恐龍。啱啱好就係進化論最需要長時間歷史嚟去證明自己嘅年代，但問題係直到依家，人類都未揾過一副完整嘅恐龍骨架，每一隻都係靠重建、靠想象力拼出嚟嘅。再諗下，古文明冇記載到，歷史長河冇一筆提過，到咗現代只有專家先睇得明。咁到底係恐龍係歷史真相啊，定係19世紀嘅一個創作故仔？如果有人想用第三科驗證啲化石，結果會係點呢？幾乎全部都會被拒絕，呢個領域封閉到出晒名，一旦提出質疑，就會即刻俾人貼上反科學嘅標籤，討論空間係零。發現嘅係同一批人，定年、分類、詮釋都係佢哋自己做。呢種自我驗證嘅系統，仲算唔算係開放嘅科學呢？定其實已經變成一場權威保衛戰呢？有人話恐龍嘅古仔其實唔單止係講緊古生物，佢背後仲有一個世界觀要你相信，一個講進化、講深遠時間、講人類渺小、漫無目的嘅世界觀。佢取代咗古代巨人傳說、神話同埋祖先記憶，改寫咗人點樣去睇自己嘅出處。而恐龍嘅命運，巨獸都會滅亡，又似乎喺度提醒緊我哋，你一樣咁渺小，隨時都會消滅。呢個古仔唔單止係喺度解釋過去，佢仲喺度塑造緊你點樣去睇自己，點樣去睇呢個世界。我哋唔係話所有滅絕嘅生物都係假嘅，而係可能恐龍個古仔冇我哋以為咁完整，由頭到尾太多推測，太多假設互相印證，成個系統又被少數專家壟斷，冇幾多個人可以真正去查。咁到底被隱藏嘅係乜嘢呢？會唔會真正被遮住嘅係人類自己嘅來源呢？我哋忙住研究恐龍有幾多隻角、幾多米長，但係反而忽略咗世上嗰啲解釋唔通嘅巨石建築，同嗰啲似乎屬於巨人嘅腳印。如果個古仔有一半係假嘅呢，咁你仲會唔會照單全收呢？真理應該經得起質疑，需要用嘲笑嚟去保護嘅，通常唔係真理，而係古仔。如果恐龍呢個古仔都值得重新檢視呢，咁其他被當成鐵律嘅又點睇呢？我哋唔一定要有答案，但一定要有敢問嘅心。歷史永遠都係被當權者去掌管，我哋所確定嘅都唔知幾多係真定假。你準備好重新去睇歷史未啊？